3、2、1，请揭牌。台湾首府大厦伫个退场以后，由台南市政府来接管，并且活化校舍的空间，转型作为专门市政环境园区。上午伫个议会市政总质询，嘛得到当地议员吴通良的肯定。议员认为该位置不但环境好，而且交通阁便利，作为台南市第3市政中心，未来一定会历史留名。地理环境也好，交通更便达，这实在是非常好的所在，所以你会历史上留名啦。我直接先代替咱专门区所有百姓，甲你。现在未来面对就是要把迄个所在优化。如果要优化，遐阁有30公顷的。不是啦，我是讲现就是这20公顷吼，该做公园的做公园，该做亲子幼儿馆做亲子幼儿馆，该做全民运动中心的做运动中心。全民运动馆，哇，遐个做拢太理想啊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拢有去考察过吧？我们的体育局长应该拢有考察过了吼，这非常理想的所在。因为遐内底记一个就好。六楼拢各有篮球场咧。这边全中运底下你拍迄个拍个木球，吼，大家拢做娱乐的迄个所在。对，所以说那边环境实在真的太优厚了。除了关心未来市政环境园区，另外议员嘛为专门区容易淹水的所在，包括小陂、陂头来争取抽水站。大内尖山排水等问题要求改善。至于满岛工业区的污水处理的问题，经发局长嘛回应，目前已经争取中央900万的经费，要来做可行性的评估。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。